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星號控制強迫症星號的時代。早上醒來，我們立刻打開計劃本。這一代人只有在為未來5年或10年制定了完美的路線圖時，才會感到安全。如果航班只延50分鐘，我們就會焦慮不安；如果出現不可預見的變數，我們會感到焦躁，仿佛失去了人生的方向盤。這種對控制的渴望，這種只有自己主導才能感到安全的感受，是現代人真實的寫照。路加福音第1章中的瑪利亞也一樣，他與大衛家族的約瑟訂婚，制定了最穩定、最美好的生活計劃，一個順利結婚、建立家庭的完美計劃。然而就在那時，天使加百列在他的生命中投下了一枚巨大的星號炸彈星號，你要懷孕生子，要給他起名叫耶穌。31節，瑪利亞困惑地問道：我沒有出嫁，怎麼會有這事呢？34節，這不僅僅是情況的解釋，這是一聲絕望的吶喊。按照我的人生計劃，這絕對是不可能的。這就像我們面對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計劃時，喊出這超出了我的控制範圍的聲音一樣。但天使是這樣回答的：因為出於神的話，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。37節，這句話是一個宣告，即使你堆砌的磚塊倒塌了，神的話語也必會實現。就在這一刻，瑪利亞做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決定。她宣告說：我是主的使女，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。38節，使女希臘語教這個詞的意思是主人擁有全部控制權的奴隸。那一刻，瑪利亞將自己人生的方向盤完全交給了神。她在說：神的計劃比我的計劃更重要。這就是聖誕節深刻的福音。當我們計劃的穩定和成功之路破碎瓦解時，以一種在世俗標準看來最星號羞恥和危險星號的方式，神卻將最大的神蹟救主耶穌基督差派到這世上。如果瑪利亞堅持自己的計劃，順利結婚，到底她只會作為普通家庭的普通妻子生活。但當她在自己的計劃破碎之處順服時，改變人類歷史的神蹟就開始了。親愛的朋友們，你是否正因為一個破碎的計劃而感到焦躁和不安呢？是否因為你靠自己的力量所獲得的成果微乎其微而感到沮喪呢？聖誕節告訴我們，要從我們的控制強迫症中解脫出來。當我們暫時放下手中緊握的人生方向盤，像瑪利亞一樣宣告：願你的旨意成就，而不是我的計劃的那一刻，我們將經歷一個不是以我們微小的成果，而是以神的能力開始的神蹟。請相信，計劃破碎留下的那個空白，實際上是神一直等待着進入的星號神蹟的起始點。星號，我邀請你今天就將這個聖誕神蹟邀請到你的生命中。